你好，多謝選擇仁安醫院嘅產科服務，我哋可以為閣下提供一站式產前及產後嘅專業服務，會陪伴你度過整個懷孕旅程。而家等我哋簡單介紹下產前檢查項目。懷孕後第一次見醫生嘅時候，產科醫生會進行詳細嘅問診同埋超聲波檢查，亦會為客人安排產前血液檢驗。仁安醫院暫時未能接受國內化驗報告，到咗10週後，醫生會安排孕婦進行唐氏綜合症篩查，當中最常見嘅無創產前綜合疾病篩查包括 Nifty Pro、Safety21 以及 Panorama。如果報告結果有異常，主診醫生會建議孕婦會見胎兒結構科醫生做進一步檢查程序，例如絨毛球抽取術或羊膜穿刺術，俗稱抽羊水。孕婦大約18至22週嘅時候，就需要做胎兒結構超聲波，詳細檢查胎兒結構同埋內在器官嘅生長情況，確保胎兒健康同埋減低嬰兒出生時嘅風險。到大約28週時，就會做葡萄糖內糖測試，俗稱飲糖水測試，用嚟檢測孕婦有冇妊娠糖尿情況。到孕期大概35週時，主診醫生會為準媽媽進行陰道分泌種菌檢查，檢測有冇 B 型鏈球菌。同時，亦會為高危嘅孕婦進行耐藥性金黃葡萄球菌篩查，預備入院分娩前嘅安排。為保障孕婦同埋胎兒有正常發展，我哋建議孕婦定期進行產前檢查，喺懷孕28週前大約每4星期做一次常規產檢，到28至36週就要每2星期一次，到36週後期就會每星期一次，緊密監察胎兒情況。由於懷孕36週後隨時會有生產嘅可能，所以我哋建議孕婦喺36週前安排不少於3次嘅產前檢查，確保胎兒可以安全及順利生產。如生產前，孕婦未有被香港認可註冊婦產科醫生進行3次產前檢查，孕婦同醫院會因此而承擔未能預知嘅風險，所以醫院會收取附加費港幣1萬元正。呢3次產檢要最少相隔1週，同埋唔包括急症求診服務同入院當日的檢查。祝各位準媽媽有愉快嘅懷孕旅程。如有疑問，可以喺診後服務時詢問我哋嘅同事。多謝。